阿家人路嘛啦，阿家人之前的人的，咱那样忘不得感觉娘差不的，你看有嘛的，我这咱人多啊，你都给不得，不得，那正常的。说多个人的其实就是结果好像多哎，你过不是算个清楚的，过不是算的看没去了。我帮你让个人，俺去做嘛的呢？对呀，我听得几岁这么这边给。俺吃了多么的，几岁多么的，吃了。闭嘴！你看得到菲菲不是？啊，过去打网红了。打网红的见面，那俺就叫就的呢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可这冷饮酒过来生不多啊，那旁边冷饮家早期开始，那不叫不服的绿地去的什么哦，的马家外说人的钱，哎绿地的马当不是吧？但是冷饮家面的钱多的，他的其他说人的同有人那个评论区呢，俺个666是给哪说呀？那爱的钱哪说啊？旁边是呀的冷饮家，他早期不服的差在人在推推，我第一送过来，但那个早期差在的人在推推送的面呢，俺旁边冷饮家带的，他其实其他差在人在。我们在这个送的时候，你做的呢？天干俺做那说，你虽然我啊，你叫人参加你们，叫人们能特别多啊，你嘛的那个。我又没有那边去，过不是装个钱没，可是结过年个了，可的钱多哎，俺觉得俺就是巧呗。好好跟你说话时候，你还洗不进印度的钱几个？你这那可是让人阿姐你们看你要吃饭那就吃。没有关注，怎么取消了吗？现在都5000块钱呗。取多。也没给取的，什么取多？你对我有多少好的印象，知道吧？我学习不进嘛了。他给这样想这样快，习不想，可是看日本给个主席的日本。但这点没了，主席单的这点没了，但俺开的面俺立比那就立不大，俺可以。2人不去，3人不去。这俺印象有没有？俺看俺连见还差。连年着能那个我们都那让开不记得，苏汉就连年着那让不行那就俺们可以。哎，他的眼睛已经俺记了不知道吧？俺身体多呢，俺身体现在多那就。那你可以好好说，每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人的气质，可是结果好像多哎，你过不是算个清楚的，过不是算的看没去了。我帮你让个人，俺去做嘛的呢？对呀，俺心想很心想，俺这里去到打出来就能俺打光俺几波你不是拒绝你啊那个边的，这边面很简单的了。你能不能让俺去不是的，这么冷的有意思，不是的，这么冷的。那你本来心情调整好，也可以俺那边给我了。你要嘛觉得俺让谁不去没谁没得带路嘛弄的，让上次俺直播间那打字就是说是俺也听懂啊，没先别评论录，也评论录吧。所以你生气的点，对，请实话实说。为什么你不读我的评论？俺读不能看了没？我读了呀。然后我在那边等了差不多5分钟左右，都不俺爹的没评论都删，我还问别人，跑到别人的直播间里面，是不是我打字？哎，帮我看一下我打字是不是有延迟？是俺也只俺信吧？普通民度啥？啥时候呀？今天早上吗？昨天，今早上我没有打字，因为别接手机。那昨天是什么时候呀？昨天嘛，前天就是。我在家里吗？我两个可是俺菲菲俺，你猜他说俺这控制给几学又来不对了。那我理你了。让俺理嘛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杀肉民族的耻辱啥。是的。妈的，你没去俺了不？俺米粒这个耻辱基础，俺现在的兄弟，俺简单的面以后了不打我弟弟，俺简单的，俺米粒就想不得修从那句，俺现在的咋不那句？我说就么那么几年俺咋去个了？我这呢，他们这么那么我兄弟。米粒没了米粒了别个就简单就嘛的我，这来力度给俺是女的，俺读不了。可是了不得。米粒的这了这给真干那就跟我，
我想当你的榜一大哥，阿来你保洁帅大哥。你在喝茶叶水吗？我忘记水东归，给你速接我都。我都唱不见你准的，叫那人呢，就的，叫你面上当我的，你比大姐北京见不站在我身边，当我可80年准那句。我懒的别的懒，你们这个小不懒，有那个东北的你准那句。我妈那里住店不得给他骗的，这这这他顶上给那边多少意思？我你们家懒的现在给不见了。我操，还真刷了哥，谢谢。马上回归。他给我心情不好，我哭，我要给你倾诉，还是你给我倾诉呀？然身这边的，然屋子的，然父母是吧？屋子让俺铺了吧，俺那这给俺铺了吧。我后面那来没给的是那给面多少盆子？这让家里买的，你买的家里给他们就买的，俺做的脚的大了，俺里不大的就是吧，个多的不是我们东俺个都人啊，然后我这边给说这些的，对，对嘛？俺都有意思，俺这就是。把我当成男的，我把你当成女的嘛。呀，姐妹什么叫嘛的？什么叫那个？就是俺金币standard呢？金币standard呢？金吧。给这里的嘛，讲这个是先说啊。这里讲那么讲嘛的，就是俺的意思的，就是让，就是叫我上午去吃肉吃大了吧，俺们叫不进牛肉就拿机会知道。给茶上不起啊，吃对了的，古装嘞。你古装嘛，人嘛，不这个你。俺让我这样玩吧，就是我，就是相当于就是让我的时间啊，他的期间给你哪来的自信啊？给你自信嘛是吧？你采给先别采取，先别人们多的。是的哥，别人们多。明天要去吗？要去。他那说了绝对怎么3.5小时那么说哎，你知道吗？人没当啊，小姨子女啊，俺先别让那俺让进不打着人嘛的。你看到先别打这么多啊，这是呗？嘛，让给学弟盘年的说3千多还是多啊？那俺谷歌质量没都什么的。3千多的给1毛归1毛好吗？可是这么多运气给，实在不行花钱啊！我当我的给。他刚我当的就基本多，咱们楼上，那就是。飞飞过来了。而且菲菲的话，就是他是网络上这样说，其实线下不是这样子的。再学来开的。而且我们就是俺不过的这面是那个，我说的是我让他领不把这心眼那句话，讲不起我这个多了那句。我觉得是那哪弄啊？你那个给拿我那落个痛都。哪落的嘛落嘛的，做那个我嘛做那哪打着嘛做那个你，还我一边给谁让俺说去都该是俺做的没都该，然后我开杯子。换主播打吗？等一下要刷吗？菲菲，我们两个每次连的时候，一般情况下忙着聊天气的。菲菲和洗着气噻。小姨子直播间那阿家的就那俺私信打的过去，是说俺叫我们知道，你让我的找嘛他就那就那小姨子这样机会见面噻。毕竟要给你们一个交代嘛，是吧？从小宝你们两个。我也知道，开在直播间呢，阿家秘密给嘛对吧？你直播间那个阿家秘密给，去那兜着呗。你直播间那阿家就是阿家实在就这样是。而且他喜欢的是什么样子？说不得看这个美女看做了，会给不想用个，会去生俺机密电传视频，没俺听这个没有啥，这个都不是年的搞不晓得，对吧？肯定的嘛，你才那把家不才我们现在就更不得这可笑了。
录的刚的录的那的，等一下我们俩要打，那就先待一会儿嘛，哥。哎呦，好不容易有个大哥。可惜，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俺关系求了，可能我有见来碰不着么，就是等着要的白带。人这那叫你人要马上今年做钱当啊。在俺那准年度他叫点的，苏公啊，在俺那准年度叫他做钱，在俺那准年度当然就是开没的，是这俺那这个些人那这，对于那基本上叫他这那这。但是说那个你起来是的现实个，我那头那是打工就，啥子训那个俺那粗穷他吧，一句呗。穷的叫他做钱，那穷人那来看我们的。想这不过。我毕竟不来想回去的。我的过。没嘛的，俺是教动物聪明都没去点聪明都嘛，我没去嘛点就立去点我都俺读了。我乱了嘛是，他怎么？可是你去嘛点就立去点我都那就小意思，看不见呢。你比大姐，你不这个东西，俺教东西啊。可是可理解的下，可体力开始我那状态也不是什么多。我你个哪了？我你不打 PK 吗？啥？可能给不给懂啊？可能干啥呢？然后可怕起，啥叫可能给不小的？其实可能说不可能还无对的。啊，给不给呢？啊，给不给啊？就这我们那兄弟都给不给啊？给。就关注啊，这个你关注，等一下我就看着笑啊。那咱们这个这个人吧，我们俩打 PK 吗？是说那个这个人吧。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就真心话，真心话。所以说那俺的高不是我都可以。要是你输了，我要训你。我不问你真心话，而且来给这个的你对不对？小姨子，就是小个去的俺了，大家俺谷歌的这个嘛的，就是让俺的下中的下就是若比给不中的这下。什么意思啊？把舌头捋直了说话好吗？就是就是让俺的咋了啊？先打吧，先打，然后你输了的话，我要训你，我不是真心话，我可说好了哟。咱可不去理解。来打吧，直接闭麦，我不想听到你说话，俺觉得给这个你对不对？给，行着吧？我还想这样的那就不知道。闭麦。或者有什么刷什么可以吗？有什么刷什么可以吗？或者有什么刷什么可以吗？开玩笑的，点赞一吧！你们以为我真的在播吗？没有啊，这是直播效果，对不起啊。但是直播效果归直播效果，但是我马上等我这当俺唱不见下面，当我这人运动俺唱不见面，这是真事。没去点俺们都立去忙不点用呢，就是没去点做们都立去点用呢，我搞不定是哪度，东西是哪度，什么哪东西也不知道。哦，看不见那路去动物，那个动物的东西的，俺们给的东西基本看见就等于就是你播的，就是去看在donde来这东西，可是你忙不动俺们的，你忙不动那你入的话，真的光芒，你接入的，但你我放了2天了，那些同学真的，或者点赞一个吧，点赞，票没那没不的点赞一个吧，我让俺训就是给我妈的。我让俺训就是给我妈的，给我妈的工作。麻烦去把我都点赞一个吧，点赞。点赞一个，点赞或者阿猫迷你资助小心心的这上东西的工作，小心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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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到你去走屁。
送俺票上那叫个那么多休息，那就家长过多钱那就，西的那里过那的休息，我们别面红，啥呀东亚那叫个东亚没休息，我们别面红。或者家长来送我也去，谢谢的家长过说呢，西的那里过那的休息，我们别面红我也去。点赞给我工作。现在是见过你差不多23年级，跟直播间里面不一样，还一起喝过酒是，大家这这么学呀？这么学啊？这么学啊？我这里的。这样啊，老你做什么的？俺老什么书记的？但是你就是。这女生，你望着的女生，你看没？就是家长那些差不些难语。啊，我们一起喝过酒吗？你大过啊？我想不起来，阿佳你是哪个？我就当俺去，他就当俺这就打过去。我在乐尔杯那边见过本人有点小帅色，这么老大姑娘俺只不过还是你们刚刚就我爸爸对的，就是俺在这间家那边那句，我叫们你们猜俺那句，俺不是那么就是在这里面呗，我只不过俺你们刚刚那就我爸爸对的了呢，俺们兄弟来西的那里不难的不小蛮被面红，我让俺保时捷上找工作。当然，叫嘛的人兄弟的关注给的就是阿家单亲妈妈的这人了。谢谢兄弟，说是的那里过来的学校蛮被面红我也就，啥呀都呀没那搞懂也没学校蛮被面红我也就兄弟。做rom吧，直播间那阿家的人那个私信单学的，那就领着的吧，有的就那这样的，啥子没的就那这样的，我是现在是的。所以说俺讲你这就讲俺私信大家俺只会这的，配给对面也里不来也没就上点我做了嘛，你见过个头接的就记得，慌着散了你这记得就，我都特别好帮助。兄弟，我也就当俺票上来了，就不下站的。但兄弟，看嘛，兄弟，我也就啊，说西南的那个人对不休息，一路上不去做呢，说交到我嘛走休息，我们北面话还有我单独天地生的兄弟的姐，我啥呀东亚面的群你们都哎，没什么多啊，等于俺没写上的多啊，就是什么都哎，一路上个去做呢，交到我西南的那个人对不休息，搞好了怎么连个没得就去。然后就是我们北面红也去，你选别都说你看哪里不都单就对的打，就给你，什么你，当学生来吧。等一下，先等那个几秒钟，然后把自己放大啊！我要训你，知道吧？训，知道吗？然后去年啊，这不没训的训人。不要说这些话了，现在我赢了，知道吧？那国会员。是交了个妹妹。那先你安静几秒钟好吗？我交了个妹妹。我没空跟你回答这些问题，看得晓不得，俺晓不得。这种就先呗。来，把自己放大。俺钱不余。来，往后走，妈，给不了就洗开了。让人接不了做哎。你们林芝那边很冷吗？秋度哎。恰当的秋度啊，现在秋度。有没有林芝的？现在是冷的还是热的呀？恰当雨光有点冷。
那几千多万差不多啊，没差的干块嘛的啊，哪路？买酒，我没让你压足钱，你要尊重我这些榜上的票，好吧？卡差不多的，看直播间呢，看着你也亲密度，看着你这期间，看着形象，我形象关你屁事啊！干啊！马起了不主动过没行，我顾不中啊，中没带干，转过来。要嘛的可营销素质水着，给他你咋的生的给想要多的，你啥的吧？还说什么形象就像俺确认俺记着呗？我在你面前，也不是注意形象，注意形象个屁呀！你说俺也记不单的，你想多了吧给？俺听得记住这么着呗给？俺吃了中的，几千多嘛的，吃了。给闭嘴，玩得起吗？输要有输的态度，知道吧？既然你输了，你就要摆正自己的。好好睡，胸就多点我的给。看过来，错的，要么的快卡错就卡当不当，读的人在赶快写的。读的人在写别的，读的人在接着。我泡沫几千嘛，这啥才记得过泡沫干？啊，泡沫嘛那把我懂去了。马上懂也懂啊，你搞嘛？我在训你。对，我看这就不对。妈咪啊，可能都大一时刻，有大概什么根本都给他说不到。票多啊，你哪能拿读票嘛的？你票把那个钱看这就不对。很多根本学啥才是根本没有给。其实要买的可耳朵里。现在根本给不了钱，你对。就出差中间就这么多，桌子去砸。卡口对不对？我的是给不下到块，那看到落去的，我都股东的牙都把牙直接给看起来嘛。要一直别干，干干的这边难过。给，能不能玩得起啊？跌宕多厉害，都快跌宕多厉害。给，你是输了对吧？现在跌宕的对打打，跌宕的对打给，都行了，多你先拿多少给？是不是运动的下其实过很多机会进来，就是没退毛机会给，买对给，对的，说的就是，很多我们拿的也是才是多，原来其实干么是大货，把自己放小，我不想看到你这个脸，好吗？看到茶叶水是多。要打报酬吗？不服的话可以打哟。我真心话就他们睁眼的。可以呀。我你什么时候我输了没有回答过你的真心那个，卡是真心问题是嘞，卡是可嘞。解释，让俺给去长不长相没写下去呢。说是对别个讲吃了这多讲讨不学校嘛，你别你。你看到我给这我等这什么想嘛的，我们别面红了，你给他做嘛事。抓票，可做，我抓了的，没他们写下去呢。对别个讲不就学习，们别我们。我大哥大姐礼物上面，我大哥的工作看到的我来工作有些说了。要打吗？现在？OK。闭麦啊！可是等这个俺等这个就够了嘛？这么就真配了呀，等人。我找不着的，平常。这不现在不是适当那些，等这个就够了。等着吧，谢谢。等着工作哈，红领导中国。谢谢看不过度是吧？个是看不懂，看不懂兄弟，看不过度兄弟，我也讲说现在的那个男的不休息。谢谢兄弟，谢谢兄弟送的热气球。三亚东亚明年俺能去交东亚面不说嘛？北面红我也讲，彩的看不懂了，说俺看不过度是给同去关注面的兄弟，我们从啊，谢谢。现在的那个男的不休息。可是咱家庭过路讲，俺小学现在都没给不起，那是娘啊，那是。
对面的我立不拉呀，没就上了我就他妈慌着死了工作。哎，这是我立不特别我见过特别我慌着死了呢。哎，工作阿莫加成。家成çok da没给我多，家成çok da没多，家成给我多，家成我都知道，我家成过兄弟的过过我们都等等，谢谢兄弟平凡之路，啥呀东亚那兄弟让的交通也没不是俺能行，或者等等，那个交流就俺家成过还是俺见那了。我们这边修掉我一下就工作在家成。tentu leh ke budo oe da kos ta kya chan le so zo你怎么这么啊？我这啊，我这今年我工作啊，我差不些没。对，给。你干嘛给我洗他嘞？妈的，你们可真黑些。没有上次放的那个，我只是喝了一点点，不然的话太困了。不喝了，喝完这一杯就不喝了。在喝什么啥？中国人来的，当然冷个面。谢谢，看不过多，不是看不多，兄弟，看不多进了面的。谢谢兄弟，谢谢笨小孩儿，全名字不多，我知道啊，看不多是。谢谢工作。谢哪个人那句那样拉听嘛的。好像有打破了。惩罚小姨子上，惩罚他去吧。我谢谢你们兄弟们，已经很强了。你是黑仔的徒弟吗？啥？兄弟们，俺直播间呢，明显被人们的，俺的控制人，俺是徒弟啊，徒弟啊，接触面，我永远都是我自己，这没了等过。你每次没有徒弟说的情嘛的，我又轮到。可是最后20秒，我妈的没有，咱们呢，他要小众啊，退单啊。喝醉了吗？啥？让俺们给多久东家俺啥时候了？俺必须东个面，不就东个面了个月啊！俺必须东个面，俺家他看另个面，以前东个当俺东个面，叫面你面等都。必须懂我的，别都洗个澡啊！哎呀妈的，谢谢奥地利给什么个啥？奥利给哦，还有我家的哥边车，还有那个康巴多，还有好多啊！你票上个场嘛？现在那里个人的必须我们的边面红，啥呀对啊？你交动也没必须那句，俺交个那么多，你没肯定就去，当然休息的，我让俺家里就去，来吧。先等一下，这个36秒。好开心哦！今天真的好开心哟，好开心哟！你先别说话嘛。我知道，夸不出了，不是，俺头没得给。我回个微信，等一下嘛。你先别说话。宝贝，我等会儿下了播之后，我给你打视频。关系。什么关系？给我在跟我的那个说话关系的讲，我休息了什么嘞？
这个几个人吧？我也要问你10个真心话。问吧。他就不训了，天天训的话，你姐这边。咱训呀个，这已经说完了。宝贝，我姐姐们姐，宝贝好吧，一百个。真心话就不放大了啊。第一，快点问。给啊。从你成年到现在，也俺我的给，都是就是但谈得不多就谈得不多，搞到可是但你们都按年轻女吧？那了吧，就是你们都这些是吧？这些就爱。就比那个就差不见面。我就当我就让着有。那就有许多不有。就应该不到50个吧，应该有。是不是给了等？是比那个是啦。大部分讲故事在。闭嘴。第二个。你看他吹开多了没？他还挺那个的，还送。第二个。到现在有没有忘不掉的人？你节目突然对呗？这个节目，现在这个节目。还啥个天的节目的，肯定都得有啥？你姐姐还做得到？就他吧，万一俺的没让你那给谁单找买不起钱。我说听了，天天搞到室外地都是，给住没有说不要没有啊给。哦，你俺继续人都在。看来节目突然碰这一别，那么多人就都打过买的就都退买。实话哟。实话。快3有多大？心都不买。问这样的话，你不害羞吗？啥？我滚去去的嘛。那然后就给我这么多个啊，怎么问这样话？好，然后第3个，那看的茶叶水咋多那么多嘞？菲菲，我跟你说，我那的，看的说下去不对？说就是槟榔山呀嘛，简直是不对。槟榔山嘛，差不多。你说没是个凶啊？今天是的，个人运动，可是就会的。今天完了，力不大的，对于那力不路呀嘛，那俺不。也看中大，俺逃不得。我赢了，好吧？他的看的看错了干的，我都过10年没别人的看错了多。然后可再来说。第几个了？现在？你还我没的第5个。你可再来说的。第2吧。第2不是得来买什么去？第7吧。4个了吗？哦，你都不知道你怕。第3个来是或者第3个来是？4个来。他这个第3个不会呢，尤其的第5个嘞，第4个嘞。看的俺给钱多哎，有本事上票呀！看不出来你看的大哥上大楼了吧？票的上嘛了哥。俺都打呀没吧？都有那或者啥东西。看中是。你打呀没那来，看的从堂给我东给领着呀。想中的这个。想中嘛，跟那俺没让我知道，没让俺解决。看中是吧？天天从奥斯多去了。你就家别从上的搞啥子，ram就，没事那俺吧，东海站就丢。假如去那直播去，不要骂人噻，看着不要骂人噻。我这些人看许多，滚蛋！看他来这时间，看他来今年几个啥？是难过。了解的。阿爸啊。今晚没有出去。阿爸，或者还给出了我大哥有没有想问的呀？榜上的大哥有没有想问的呀？就说跟俺这边离不来呀，没学校嘛。看中我在问我榜上的，还有粉丝都可以说。大概电影做那种不给刷屏嘛是的，全让交给你，你们帮我想一下嘛。哼，给对不对？那么久的看这个。
妈的，俺以前俺们就是电没大小学，就是俺以前的那讲当那个机械就跟你现在的想象路个，就是俺没那路的就从那车去。有没有吃过槟榔呀？吃过肯定吃过嘛，那是尊重他知道吗？没那你离本基本俺怕没那。别看这么大，我操，这个人怎么嘴巴这么多呀？俺讨不的，我问你的问题你回答就行了，不要说一些有的没的，好吗？给。俺尊重是吧？尊重，你没让俺从基本俺怕你不的命，正常嘛。别死的没当，给闭嘴！现在到第几个了？第6个了吧？哦。不说听。给，看他妈听都听了他的，给俺你们都没吃还给，算了，有人讲吗？这些话就他们了，让出的钱挣也没，了不起的。我要想呀。给不能这样说啊！给上次你问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子好好的待了吧。第6个，第7个的时候，俺刚说呀呢。第七个，快到毛都讲的说的，第7个。毛讲的，你就讲归毛都讲，了解的。第7个。哦。最近的一次阿达。昨天。我在看了你在看热了呗，给他。第八个。阿达怎么的？主要是叫怕了吧？阿达。看 zoom，时间最久。像你讲的地铁这么学，就得送西，就得送啊，西藏送不着人。给最先要嘛打，最先的你发哎，好呀。那看来速的电话嘛是啥给？于是努呀。第9个，闭嘴。看来搞到能落起手可在。就是。不要大10岁，不要大10岁。给不下时间。最后一个问题。你这个人。有没有米了第7女呗？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下，开的7女呗？你这姐，你这只能俺真干了，给了没？这么认为？那50了，小公交现在多少块？好呀，可以了。等着俺报出去么？俺这么呢？报出去，给我。闭麦了。等会有什么话说？咱们冷面的，点赞1分钟。谢谢看不懂兄弟，叫个那么多也是兄弟。你想不想可以带兄弟？俺没让他给可多一瞬都不进去着呢。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的没。你们要不要想多了？我让俺马上比的那个觉得是，他无图的其他是7-8米现的，我亲妈的，真的就这么。我说实话，没让的没那样啊想法。但说了其他事呢，俺们都经常练的的，比如说黑面生的、张家庄生的，都做其他事。我这个其他个想法来最大，先没这个东西哦。俺都平时练那个张家庄生的、黑面生的，那个成都这杆子的阿爸的吧，都做亲戚着呢，这个东西。谢谢品座。现在那里过来的不是兄弟了，那就。谢谢。或者你家庭的给我讲，过去。哪个黑面纱？就嘞，他跟我自己上呀，没不这么样的，俺读了，俺去偷出来呢，你这么记得？估计，我说你的女主西。他怎么不行吗？是，他太瘦了。喂呀，这或者加成故事，再加成历史的，就这样上，点。谢谢，说我也差不多。差
惩罚是什么啥？惩罚龙马的你让俺特别大，特别俺们这能够。惩罚那个结果没特别呢，明俺讲出这段呢。谢谢农村的孩子，所有人啊，我也讲谢谢雪豹，谢谢所有人。但俺晓得很多了，他没有老公嘛啥？但兄弟，俺还跟我们大一训了不？我让你这俺知我们大这么的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现在没带学会就这个，俺没让直播点的吧？没让的你们的直播间不会多啊？菲菲比你帅多了，关系我干不可能，俺叫俺你谁着瘾真的？我看到他在直播间那两只没得的是兄弟多啊，可是这边的话。我打这狗多，菲菲比你帅多了。菲菲，可怎么有了？关系都不的。这个现在就大把米直播间上都讲俺讲提嘛的啊，群主天咋多呀？大家群主俺都不能跟人都要多，我喜欢，真的。菲菲比你帅多了，没看看这个是喏，没让你们的直播间给不多，后比58几啥，真的。现在没。让俺修不了呗，该修这样。对面只有一个大鹅子，大哥那个上路几个米就是这么大的，你们去想一下嘛，好好想一下嘛。那看哪是当个做地接他的没来的嘛接，就他们只有门着什么的，多人人的只有门着什么的，那别人不就多啊，接就只有门着。我看咋都混咱，看没人的你就都做也就啊，就是你们那个大个人不上路结束，我身边的群众没那么几个不要来，可是那些就是啥呀都要没得交通也没표시，俺能是没표시，我们那边没我呀就兄弟们，那这现在那里不拿的표시，我们那边没有，菲菲你跟苏鲁米多是闺蜜吗？啥？不是呀，苏鲁米多我们认识，不是闺蜜啊。就是认识，苏米多我们俩还是亲家，还会呗。你也说么，工作拿了就是会想想嘛，就阿香就是我说么的老公，苏米多我们两个是亲家，真的很搞笑，就懂不？其实苏米多人挺好的，别这样说。带起来你看这发球是带你。俺我呀，干不说干，俺头都起来怕我给玩这个。那我就比我去那俺家。看了，你得起来看亲了的时候别干，得起来看的家那俺全部都差不多把亲了的时候能看没呢？这样才去吧去了。俺这个月怎么吃？那个我才有钱。我操过来呢！我现在是没有，我要冷就是我要拿那样水小心我看没洗漱过，就煮的。你煮了，刚刚给煮啥嘛的？你煮啥？谢谢哥，谢谢哥。把自己放大来。你给我跳。就是你不会跳，你会唱是吧？对。哦呀。看名字了，我打算给。我是你的篱笆，你是我的嘟嘟，我是一只性感的小豌豆。我说了吧，他又这样子。忽然爱，嘟嘟啦啦，安利记录，爱给篱笆，闻着巧啦。这个嘟嘟，闻着那我啦。如果再这样的话，我就生气了。我唱的不好听吗？那我给你唱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吧，很好听的。那个不要，就咱们的嘛的，你就我那歌词的单的，看来总多的嘛单知呗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美妈的孩子像根草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有？
切给嘟嘟，反正那瓦拉哈。看这边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看我怎么办？其实，看镜头啊！嘟嘟啦啦哩哩噜，切给切嘞，问这人瓦拉，切给还可以上手势了。那瓦拉，那一里巴切拉的。切给嘟那瓦拉，嘟嘟那拉里吉鲁，切切嘎啦切拉吉鲁，嘟嘟嘎啦哦吉鲁，切嘞嘎噗噗哒，那一里巴那只切瓦拉。那一光都凝结完了，切给嘟嘟问着那完了，问着那完了。谢谢大家，我唱完了。唱没担心吧？也不担心的，好听吧？啊，可以了吗？小姨子可以了吗？你爱干嘛干嘛吧也。什么爱干嘛就干嘛吧，我都唱完了，给你唱那么好听的，这些歌是网上面做不到的，只有我会唱。我也我是大男生，快等那么多的。我是呀，我才能心就心就心写几档，心就心就心别来动，心就心就心人家写几档。心就心就心，人家别来动。我按着按着按着说当问着，问着你就给读。我按着按着按着说当问着的你就给读。我叔叔叫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车子改装了。不改改前面吧？啊，不改改前面吧？我就送了才做，没有花式。阿家让你给起几年就完女啊？啊。其实我都不去玻璃都千万没女啊，给起女啊。就对。为人来老人家的，但父母可这老人家过来生活的话，那旁边老人家早起开始，那不就不负的绿地去的什么哦？对马家呗，说人的钱，哎，绿地的马当不是吧？但是老人家面的钱多的，他对其他说了这同学有那俺子评论区呢，俺个666是怎么选也那爱的钱那选，旁边这样的老人家，他早起不会的差赛人在推推，我第一送过来，但俺个早起差赛的人在推推送的面呢，俺旁边老人家带的，他其实其他差赛人在帮在这个送的孙女住的呢，天干俺抓那选你虽然我啊，你今天的这个啊，给我。不定这一个的发誓定这。都不拿的见面干的，俺这里了过。我就都不定这一个的，然后那是那么多的哦，这今年记得。那多么那么的。弄的没下，俺在这边还来看见那啷着没有，都是那个啷个就给脑住嘛，到都记得那件事。而记得。给了啦，在地面没洗也是的，新鲜的看没，在地面那没洗住的是那个了。俺自己在工作到我差不多那个7个月左右没啥反应，给没多呢。给没多过。他家你可对的，俺这咋差不多呢？让没钱的没钱不来，都不买的，叫那零的几个人呢？都打里不是能开价的。不是的，买的，但几个3来的钱能打不过的正常了。没让我打不了弄去我嘛，没让咋了？阿家让路嘛啦啊，阿家让几千的让的，咱那样忘不得，感觉娘差不了。你看哟嘛的，我这咋能多啊？你都给不到，不的，那正常的。该去敲门的人没了，大家这都不来声音的人没了的。可以打一把吗？我这 PK 赢了，吹牛机的。啊！我这 PK 赢了，我这。今天都在飞飞过去。就啊，过去打网红了。打网红的见面，那行就叫就在呢。PK 赢了，就叫就在呀呢。谢谢亲爱的。
啊，呀，看给的等于几呀？让他那个玩意，啊，米路线驴。你现在没给他人不能来去明啊把鱼。啊，对面俺小舅俺拍来我们他这噻。就是的，俺阿是那小舅，俺是那你妈他啥嘛来的？就是。他 PK 个脚你家那个你干的把这你俺说，俺就那么嘛啦，俺要去年就说脚嘛，就讲俺公办几天俺脚干我呢，脚都很弄不见的。我家过这个该嘛的方式，我包不起。个不得这里还好等嘛那嘛，我这么的。我都公办去精神库干的，叫人不都说对我们急嘛，我们这边。被他打姐，我走了。马上我们的，打，先不要走嘛。像我们让人气上去一点点嘛，可不可以？我人气高了，我也有实力可以打吧的，我有实力。俺没敢吹吧？没给到你设计。刚刚有500掉了，那个拉姆在米尼玛是不在，他在拉萨应该。俺人气来蹭就来，你是俺的没来这样嘛，当然就打过去。你看那迷茫子一名丢面的呀，给上不秀。喊的都来说对啥子，我妈的这点的喊那就去。那就一些，俺觉得很容易可这个对的，给钱，路嘛了啊。阿蒙叫什么？好的。来跟他们打一把的，我的。我的。客气嘞，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今晚没票。咱们喜欢我们玩一把，你输了的话，而且公办姐你能不能大家都不打让不要以为低速单的嘛，这样能不能给我们穿个打底裤嘛？啊，就是小时的妹妹。嗯。而且我的啊。哪里搞？你搞我们中原走了。就是小时呢，看了过来是怎么惩罚？你把那次是什么？啊，就是小时呢倒立起的。倒立技术没俺过难的。啊，那俺就惩罚阶级的，你们的呗。啊，觉得你打底裤跟啥觉得俺帮你比的嘛没？啊，没打底裤跟，俺觉得打底裤跟啥？打底裤没给，俺里不打的就给。啊，我的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那怎么打 PK 要的？现在的人咱没得就从那个约了关系的好嘛的吧，你没有差不些的嘛，那俺没。对嘛？考套你个当。啊！考了10年个当，考别干啥好太久的了的。喂，说什么都可以，来开始，可以开始了吗？还是他们的惩罚呢？北平真心话就这的。俺的打底裤。俺开玩笑的，俺的经面让小时的真心话，俺也就他们归没归啊？就他们，让小的打底裤的引进没干啊？没说这。我呀。啊，10分钟嘞。5分钟嘞。5分钟。呀，5分钟来，你们俩联系，我这边是那个，我这边是10分钟的。来闭麦，现在手盘上面可以帮一下吗，家们？现在手盘，家们，西藏缺炸死，现在手盘。有没有帮我一把的吗？谢谢。可是弄嘛啦，俺从这可都了过，但有那上路见面那上不过，俺对讲啊拉票单的几年啊，到时候俺上差当俺预先我等给你的这，我给你上过几个墨镜的那边弄过，俺那说是上你说那对边就都上路见，那上你嘛这都算上过面点赞给们几把我也叫，但是上年上不的预说这些嘛样，你记不见嘛那个中国，俺没过我也去彩礼。大部分人关注起着，大部分人没对住，有些没有啊，上差不多，我这是狂精神，就是不没别的啊，当然今年当什么都上来都是有些没办法，我们就这上讲啊有些，根本狂着精神啊。其实公办局也过了，工作数不钱不讲，没那刚不的这个习惯，古代刚不俺看东西的现实中真的。都还觉得，但是我那占用不习惯感觉呢，占用习惯，但是我不忙过来去那么多啊，彩礼，谢谢刚刚那个兄弟送的米线啊，兄弟来西的那里不拿的比较慢，没好啊，我家头忙不的点没啊，你上次
我上次给你上一个演技，现在退给我是滚去。等级来过去就让都中间啊上边啊，不中间相中间啊上边啊。说想做行李嘛的吧，等到俺摸去上边，等级来过去就隔壁草原姑娘见，咋样个相中间对？我猜不就。不懂俺家庭的过路去的。做力不拔，甚至连那10气球加入去的，别的700多票可能，加上过路去的，我觉得，他有嘛的，他也觉得都往不年才就。那么谢谢少爷，8少爷，俺们给工作家庭的过错了呗，他就当过我们送他有说，家庭忙真抖音公司的做了嘛，非惩罚。真有看点啥？你这个人已经完了啥？完了啥？给这家嘛现在没给lap那豆腐肉酱的就给不然的给我咱们起码先就完不了，没得给。等级来过去去，等到得打字写哪给不干去？滚给嘛！这个加成有点夸张，我说兄弟，这个不夸张，给我见过比这个还夸张的。还我们那抖音公司的大棒啊，加成别的。哇，这讲这样呢，没得把票上面嘛拿了不是？等到家长的छो了么眼力不来帮子的这样呢，我靠这啥了？这那个呢？哦，我给兄弟俩等级上个就那个家长的故事的，我也就但是谢谢你把这黑真的就那么教个那么年面车的东西，写的那个玩的学我们避免红，啥呀东呀们那教东呀没去兄弟俩我教那么年面车的东西，我们避免红我也就。谢谢兄弟，也不或者那单机妈妈的这个就那兄弟，俺票上的就那些的，50节的，咱们那上的就都是关注了，给不去，就13没的就那了吧呀，人家教的那个兄弟都真干那这就13没的就是而且就是也不的这，就是没让就是没的没的么子那给我们，但没让我就是大呀嘛，就是没让跟这不是大姐就是。大家就在这能关注有个钱，学没见了外面。哥，你是哪里的？哎，看这么大，我肯定得让报备结果让顺吧。你眼镜什么时候退给我噻？那兄姐姐那阿家那肯定那他有了，但我让登记来过去讲啊，让我加个上边啊，前来的八节上边啊。你这个男的太丢人了噻！而且他俺样想这个修说让绝见啊个，啊给这全没就那这人没有的，过去我就没当给俺的吧就人没有的，给这全没就，听俺多年嘛说让教了个没，真的就容不，嘛你听不着错呢让教让用啊没，模子上面吧有对吧这些没有啊没，都是得不没这就没，想到行李嘛的这就没，呸。等这两个事情啊，是没写上的啥可做，我娘不嘛的，我特不是记不了，我也叫兄弟，然后就这升级的了，那就真的了些。给他们这个惩罚看得说过的3句话，而且他们3句话上去的嘛的。对5分钟怎么3句2上去的？5分钟那边5分钟3句2他妈不要给他们惩罚，那可能最好打比如说给他们你硬件嘛，那明星吧。明星嘛的到了，就给他最后的惩罚。让下山了，但明星的他必须让下山的。哦，大呀！不记得，让能军打的我给俺搞不来说话，你能军是给俺嘛的。谁给你们是给没到嘛的？哎呀！我喊这个普呀，你这样天去肚子少的点去了面，不给打的苦给人家烂蛋的。哦，但是给我买的。俺们这明天，有嘛的干？我的票见到你设计惩罚做出是哪点呢？俺家人的。错的。惩罚家人的。惩罚加1个是得了，再加一个惩罚，我嘛小1。嘛惩罚就讲人嘛的嘛。哦，打的苦是给熊啊，可是继续等那继续，但是俺们的这样股东的这样天天跟肚子少的天去嘛的，俺记住嘛的，身边没记得。你去弄不呀？而且那么知道，而且那么俺都记个的呗。记嘛的。榜一哥在不在？榜一哥在不在？我就欢迎来西藏哥在不在？他都没有的榜一个呢，榜二个。哦，可以可以。真心话就他吧。哎呀，真心话爱的爱就他们。我嘛的打的苦，这啥打的？这讲真心话爱的，
惩罚学前的这的大片面的，刚才结果的这是。学前不是，或者俺的大的可去解决，真喜欢就他们这不是，这学前不是，都对我的吧，全路学了没？全都那么就我这进来呢，全路样的这，俺这我，至少一个就是叫你给那个，对呀，行。那做下，但这小摊做过的，没做过，多很多年，没下来了多好热情你们这。我们帮一个，能不能帮个忙？帮一个，估计个对别个，俺们惩罚学前是哪不能做？一起帮个妈妈拜托了，一起帮个妈妈拜托你们。那兄弟们，当然破费家的是的，我咋当然的，谢谢兄弟的。当然，你们线上的兄弟搞了不，你们听众就是，但都没用户个，但你跑得谢谢老妈的，快点呗，快点谢谢老妈的个。我看咱们兄弟我也就，谢谢你兄弟压力不大的就兄弟我也就，搞了不，你们听众就是，真的工作样。你老讲价的用户是兄弟们都个，快老讲价，快大把拿去了过，但是我提给他，我有年没那个人宝宝难卷，这把事情我大把说，大把也不有人。也不晓得，就是我就别靠这个压力不大的就兄弟也不晓得那句，有人不晓得，那这样子的那些兄弟就是关注就不去，就是民间的国的单亲妈妈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，老穷就是那些兄弟就是关注嘛，给我啊，全都老就送大卷，这我妈的，我就不碰咱们人节目那个，全都上不铺个人节旁边就送大过噻，我妈的。我就随便那个出去的全都是这就，等到全都就送大卷，干不说一个，几千没大，那不差大，你这个就那了，凡是力不大的就他们一弄过，干不说了过的那句，所以呀，你看这个东西说讲我们家人生意搞得很多哎，一训了不？我最初不能举的这个嘛对的，我给他们3年出个，我就做不给出去最初嘛，大工作家都做，所以我就不破了人结果的，但全都不面那几类，刚才的卡不来，全都给谁他错，但我就你们都每次说的接啊说的卡卡钱说是不结果的吧，人的卡面的，你了讲不起过来，卡我妈的，但是光我经历个的这有嘛的。然讲不起就讲不说了，给你说是别给别的，别当着没给的，你那个别的许多前面出到地就不管你，是吧？有嘛的？工作家庭工作讲，你他吹牛钱没多，21个人的小星星工作讲，21个人的小星星，没觉得过的，没你看小星星上的，先别上我们呢。没顶小心，中，家庭工作也就，那讲个家庭工作情兄弟都这么去，呀，路咱们去做那工作干嘛就是我们对面我也去，那个是家庭的，谢谢你们。我给不拿了，我咋给不了那么多？谢谢所有人的，谢谢你们，在家常的，在原来上路前面能开了外面我也去，谢谢你们。你叫我们你们只能用的我们那边我也去。俺票上的兄弟就是阿家人的民记，俺兄弟就是关注给不去，过去。阿家人这个了吧，明明老全球都是老讲这个去，俺得路记住俺那边的想法嘛，说的都是兄弟都是关注给苹果嘛的，我。俺都跟看看着，我个白一个人看看着是的，你这些兄弟们关注看你们给我啊，差不多的，然后参加比较女主，烧烤啥个吃那个，然后跟人嘛就讲嘛的，家这谁家呢？俺可白给的，当然俺老年的这人差的兄弟来嘛的，就是巧克力的。吃多个，吃酱我妈的，吃我妈的大屋的，那我吃没吃的，吃酱没弄的，都不吃我妈的，没弄啊？参加没比较女，参加强化体，叫们，你们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干什么了嘛？而且他们出去了，我的娘不是呗？那为什么要出去啊？